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国理县第3轮抽考啊，同款抽出到60万的名额，总共有6组的号码来抽奖。身份证尾啊2号是44、34、09、55、35，甲尾啊3号是041。恭喜抽到一张1000块的国理券，刷落来就剩最后一届的机会咯。11月初2后礼拜2，会过来抽出到60万的名额。也未登记的乡亲，只要10月29进前完成登记，就会当参加抽考啊。后尾球直直咧叮当国理县第3摆抽考啊登场，这摆你敢有得奖？第一组40号朋友现在跟新奇落空。10月12开始，逐礼拜2抽60万人，这礼拜得奖的号码，身份证后壁的号码44、34、09、55、35和041。总共有超过60万8千人得奖，会使用伫饭店等等的场所。1000块的国理券是加码券当中上侪钱的，吸引真侪民众来登记。就是各种的旅行的一个产业啊，包含着台湾观巴啊、主题游乐园区啊，还有这个旅行社啊，都有纷纷的来加码只是说这些类似像这个套票啊。国部会推出的加码券，以国理券登记的人数上侪，到今仔日透早9点为止，已经有超过1300万人登记，按算抽240万分，得奖几率是18%。另外，同款真情的农游券是伫昨正式开放民众领券，不过一开放都因为后台踏车系统规个拢出问题，点进去就不能用了。农委会表示，状况已经伫昨暗时8点全部排除，目前拢真正常。这摆5倍券饼加码，除了看家己敢有够力气，嘛要考验后台系统敢有够力。